天冇咩胃口，想食得輕盈啲，食日本嘢就啱晒啦。晴空日本料理係由2位本地師傅創立，嚴選日本時令食材空運到港，喺香港都食到最時令嘅日本料理啊！首先推介嘅咧就係1人套餐啊！呢個套餐咧有13道菜品㗎，包括咧有蒸蛋啦、壽司啦、刺身、甜品等等。第一樣咧，我哋一定要試下呢個啦。呢個咧就係隻燒帆立貝刺身花，咁佢係嚟自北海道嘅帆立貝，快啲試下先啦。好鮮甜啊！佢個肉質咧好爽口彈牙，因為佢用咗咧凍嘅鹽水浸咗5分鐘先會上菜俾客人㗎。師傅咧仲用咗自家製嘅貝味醬啊，真係食落去咧係同普通嘅刺身係有唔同。佢濃郁啲㗎，佢嗰個貝味。哇，美琪，我哋要試下呢個啦，海膽香葱拖羅卷啊！個海膽咧就係嚟自北海道，而拖羅咧就係嚟自鹿兒島㗎。師傅咧首先咧就會咧係刮咗拖羅蓉出嚟先啦，跟住咧包翻喺呢一個飯卷裏邊，最後就放上呢個北海道嘅海膽。Oh my god！拖羅蓉咧，你真係入到口之後咧，好似融化咗，跟住咧你就會喺嗰啲拖羅嘅中間咧揾到呢一個海膽嘅鮮味。另外必試嘅就係呢個煙燻大拖羅紫蘇紫菜包啦。佢有個重點喺入面啊，就係佢煙燻嘅秘訣咧，就係用咗奇玉縣嘅櫻花木去做煙燻啦。煙燻嘅味咧就唔會特別重，但係又可以保留到咧食材嘅鮮味。哇！大拖羅真係不得了啊！嗱，你食完一陣之後咧，成個口咧都會係煙燻嘅味啦，同埋拖羅咧油脂味啦，好正喎！仲有軟殼龍蝦天婦羅，特別用咗罕有嘅印尼養殖軟殼龍蝦，連個殼都可以食埋㗎，蝦味勁濃，嚟到一定要試。晴空日本料理1人抵食推介套餐，原價688蚊一份，抵食價500折398蚊咋。煙燻大拖羅紫蘇紫菜包，原價198蚊一份，抵食價半價99蚊。軟殼龍蝦天婦羅原價598蚊一份，抵食價398蚊。每款限量200份，心思思想飛轉日本，不如嚟輪住買搶着數啦！